晨，过分了！哎呀，你关了他！每晚我们都会相拥入睡。酒量和智商果然成正比。干杯！清晨，他会用一个深情的吻叫醒我。要干嘛？不是能手机。我昨晚又喝多了。起来吃早饭。喂，小雅。姐姐，你又上热搜了啊？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新闻啊？肯定就是那个赵泽刚搞的。小雅，你做模特的时候认识那些娱记还有联系吗？有啊。那个，你现在赶紧帮我联系他们，我一会儿要开发布会，地址我发给你。哦，行。顾小姐，网上拍摄的那张照片是真的吗？你真的是约会前男友吗？是不是你和你前男友的感情出现了问题？我和他见面是真的，但是照片是他故意找人偷拍，然后发布到网上去的。我有录音笔作为证据。您用了什么办法？分手短短1个月就让尹先生跟您结婚呢？顾小姐，凭我喜欢他。快！您走，您走。是。是啊，有事发生了。你们刚才的问题我都听见了，先不说你们连说话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提的问题也毫无水准。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还需要浪费时间吗？我对顾西西一见钟情，于是立马追求她，让她成为我的妻子。所以无论顾西西以前是什么样子，她现在都是我尹思辰的妻子。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发布会就到此结束。尹思辰，我真的特别谢谢你刚才为我解围。这个录音笔可不可以还给我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涉及到我隐私的东西。你刚刚好像是准备把里面的内容公之于众，现在又说是隐私。然后手抱把我抱到餐厅。尹思辰，我早上吃到的面口食物是他跟你说坐好。还给我！在他上班期，他会不停地跟我吻别。尹思辰，过分了！哎呀，你关了他！每晚我们都会相拥入睡。
清晨，他会用一个深情的吻把我叫醒，然后公主抱把我抱到餐厅。我早上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跟你说了很危险。你先把那个关了先，他会不停。还给我行不行？你还给我吧。要我还给你，也很简单，答应我一个条件。我答应你。这么爽快？就是我之前说的，合约延期3个月。不可能。然后公主把我抱到餐厅。我早上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他亲手做的。行，我答应你，行了吧？好的。以后你会习惯的。奶奶，哎，奶奶，您怎么过来了呀？不欢迎吗？当然欢迎。啊，刚才我走累了，走不动了。飞扬啊，带我到办公室歇一会儿。好嘞，奶奶。思辰，带西西逛一逛吧。好，奶奶你就放心吧。又是你的主意吧？不是，我顺路过来的。既然来了，就把戏演完吧。这也算是我们公司的机密，谁允许你过来看的？从你们的这些调研看来，不难看出你们的市场部已经认定了下一季度的潮流趋势是不规则裁剪和马卡龙配色，所以说品牌上面他们应该已经优先考虑了 KM 和迪赛这2个高端轻奢品牌吧。然后呢？然后，这是个错误的选择。迪赛作为这个季度增长最快的品牌，而且刚刚换了新的设计师，一个求稳，一个求新，没有问题了。从商业的角度上来看，确实是没有问题。但是呢 ，KM 的那个艺术总监和迪赛新来的那个设计师之间好像有一些私人矛盾。不过这都是设计圈里的小八卦，你应该不知道吧？那按照你说的，应该怎么办呢？哎呦，我只负责提出问题，我不负责解决啊。顾西西，你是不是有事要求我？没有啊，我呢只是过来陪奶奶逛逛。没理由不上钩啊！怎么还不来找我呢？你衣服颜色不都差不多吗？需要挑那么久吗？我是在选今天哪一件更适合我。你要看我换衣服吗？换呗。说吧，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这样子的，之前 KM 的设计师呢和迪赛的设计师，他们2个之间呢有一些情感的小矛盾，就是前女友的事情啊。但是呢，据我所知，他们2个现在已经缓和了。我觉得呢，与其让他们2个直接合作，不如让他们2个联名开一个1个月为期的快闪店，这样话题度会更高。知道了。说这么多，到底想要什么？哎呀，我呢其实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我最近在做一个策划案，不知道老板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就这样？就这样。没问题。既然你没有别的要求，今晚就继续给我读书。知道了，老板，书马上准备好。